林天，你猜猜看，5年后我们的天空是什么样的？5年以后啊，那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生活过得很安稳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，又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不需要看谁的脸色，还有呢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呢？都被你抢在前面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呀，你就不能补充一下啊？娶你。如果你离开我，当你再回头的时候，我不会再要你，因为这样的爱只能爱一次。林天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爱你。这几天，我想了很多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再次放弃你。林天，如果我愿意跟你从头来过，你愿意放弃晚晴吗？我知道，你放不下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事业和地位。可是，你在夏家开心吗？不管你怎么努力，夏正郎他都不会承认你是靠自己的才能才获得一切的。在他们的眼里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抬不起头的入门女婿。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自己？我看到你这么痛苦，我怎么放手啊？我可以选择吗？如果一个男人连事业和地位都没有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给心爱的女人幸福？那如果我给你事业和地位呢？我原以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直到半年前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。我父亲就是乔氏集团董事长乔继云。林天，我求求你不要放弃我好吗？我从小就没有家庭的温暖，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能够感觉到幸福。回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做饭啊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杂志采访过一家餐厅，那家餐厅的果汁肉排特别有名，我就跟大厨要了食谱，结果我没想到那里面要加鸡蛋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鸡蛋，我就把它改掉了。没想到你开始学着做饭了。之前啊，公司的女同事一直跟我说，
想要留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留住他们的胃。我还笑他们思想太保守呢。我倒不是天真的觉得我给你做一顿饭，你就会多爱我一些。但是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如果能给你做点好吃的，是不是就会让你心情好一点？谢谢你。你真的不用谢我。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我爸妈对你也不好，所以我也一直在逃避。我一直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了，一切就都会好。林天，你知道吗？在法国，我联系不上你的时候，我没有一刻心里是踏实的。所以回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夏婉晴再也不要和莫林天分开了。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家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也拥有我们彼此。婉清，对不起。是我爸妈让你受委屈了，那就离开吧。我也会跟你一起走。我什么都不要。我相信你的才华，就算离开华廊，你也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。我只希望你能在你的天空下给我留一个位置。婉清，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可是我自己也做的不完美啊。我妈经常说我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会撒娇，也不会哄人。总之，好像什么都做不好。明天，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，好吗？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多少努力，我总觉得我是家里多余的人，所以一回到家，我就觉得格外孤独。直到让我遇见你，我才想要和你建立一个自己的家。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整天都没有你的短信，想你啊。林天，这2天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电话出问题了吗？我真禁不住胡思乱想。是你放弃我了吗？我终于因为想你而病倒了。我真傻，我真是太一厢情愿了。我想，我就是病死了，你连看也不会看我一眼。连天，已经1个星期没有听过你声音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发个短信？就算是空的，我也会觉得温暖。你们来了。你爸呢，这2天特别的累。你们有话的话就长话短说，要都是废话就不必说了啊。不是取消婚约了吗？又来干什么？伯父，那是我一时冲动，对不起啊。请您过目。高智能屋苑项目，这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
自从华朗买下徐夫人那块双联地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怎样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更强。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，有能力的老百姓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高智能屋苑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冒风险的项目。首先，它的成本比较低，一旦运作成功，收益却很高。其次，它契合了市场需求，在这个时机出现呢，不再会有观念接受障碍，所以，我相信它是一个能给华朗带来巨大收益的一个项目。另外呢，徐夫人那边的进展也不错，就差她最后一个儿子点头，合同最终就能敲定了。好。徐夫人那块双联地签了合同之后呢，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，盖全城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和服务公寓。你这高智能项目就先搁着吧。伯父，我知道，您从来都没有完全的信任过我，在所有人面前，我只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穷小子。因为婉晴的关系，才得到伯父的提拔。我自己也曾经这么想过，但是现在，我知道我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我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信任过自己。这样的话，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呢？伯父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成功。我也希望能够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，我靠我自己是可以做事的。伯母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我也从来都没有讨过您欢心。我知道我错了，爱婉晴就应该同样爱她的家人，努力地融入到这个家。伯母，以后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尽量去改。伯父，伯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机会。请你们给林天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哎，丈母娘，你怎么说啊？你都用丈母娘这3个字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，在家里我总得听你的意见。林天啊，刚才你未来的岳父跟你说的话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无论在外面多风光，回到家里还得尊重自己的妻子，跟丈母娘。好了，既然这个情况，干脆也别订婚了，啊，直接结婚。什么呀？这是，都说好了先订婚就先订婚，这事儿一件一件来啊！不行，先订婚再结婚啊！婉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嗯，都听你们的。好了，明天啊，等那个合约签订之后呢，徐夫人那双联地的合约，你就加把劲儿，赶快把它签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伯父您放心。好。那个莫林天，能放弃我们夏家给他的一切？他能放弃进豪门的机会？他要真是一走了之，我倒佩服他了，对他倒是刮目相看了。我他写的那个高智能屋苑计划写得很好，华朗要是能把这个项目立起来，那还真得感谢婉晴的眼光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喜欢，都心花怒放了，你还真能憋得住。你这双眼睛，什么事都瞒不住你啊！我看他今天那样啊，总感觉这小子没那么简单。然后我又在想，我们这样一直打压他的信心，打击他的自尊心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过？到时候会适得其反。那有什么过的？我倒没这么认为。不
过我觉得你直接让他们结婚，这不合适啊，让人家外人觉得我们女儿好像急得要死，好像嫁不出去了，这多不好。说归说，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小子，我还得花点时间去观察观察，到底是块宝啊，还是根草？说。夏总，今天已经替您查过电脑程序，这2天莫林天查看过内部资料，是关于近5年来乔氏企业集团的走势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哎呦，比老狐狸还精。所以说，这婚事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算数的。物归原主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张照片本来该交给你保管的，只是我太想留下来做个纪念了。我不会多想的，你也不要多想。本来是想给你一份订婚礼物的，结果却害你白跑一趟。是我自己没有当狗仔队的经验吗？哎，对了，婉晴，你在法国应该没有被乔继云或者是林天的母亲发现吧？没有，你放心。那遇到过其他人吗？没有啊，干嘛问这个？啊，没有，就随口问问。毕竟我让你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有一点心虚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让我老公打听打听，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。不用了，来雪。啊？其实这几天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林天之所以觉得他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或许。